也啦，美国总统川普提早离开 G7 峰会，伊伫离开之前就讲 G7 若是会当邀请罗西亚来参加，安尼就袂有战争啊。甚至伊阁讲，若是邀请中国来参加，互 G7 变做 G9，安尼嘛袂歹。 今年 G7 峰会伫加拿大度假胜地卡纳纳斯基市举行，7个领袖照例斗阵翕相。面对俄乌战争甲中东战火当时的军价甲美国高关税，为全球经济带来无确定性。七大工业国有真侪议题爱协商，不过等袂赴峰会结束，川普因应中东情势，决定提早辞职离开。不过伊煞雄雄提出，互러시아重回峰会提议。 The G7 used to be the G8. Barack Obama and a person named Trudeau didn't want to have Russia in, and I would say that was a mistake because I think you wouldn't have a war right now if you had Russia in, and you wouldn't have a war right now if Trump were president 4 years ago. But G7 是伫1998年批准 Russia 加入加做 G8。 目的是鼓励 Russia 伫苏联解体了后走向民主。不过伫2014年 ，Russia 并吞克里米亚，迄时阵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甲其他 G7 成员国联手，将 Russia 踢出 G8。不过拄到2015年，才做加拿大总理，并无参加当年 G7 峰会决策。川普明显无毋对人。Why not have China here,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well, it's not a bad idea. I don't mind that. If somebody wants to suggest China coming in, I think we suggest. 川普表示同意邀请中国加入，将 G7 加做 G9。不过川普这建议可能要经过集团成员同意才会使。在峰会场边双边会谈同时闹得真场。 美英双方拢讲，目前协议正式完成签署，美国会对英国扣10%汽车关税加25%跟阿鲁米关税。英国是扩大进口美国牛排加乙醇等商品。另外，日本首相就泡沫甲美国总统川普会谈了后，无要谈判无达成突破性进展。公司新闻站回应评语。